三脚断。会有不法。现在这滚着精神散乱，提心吊胆。这时阵大霸王胜利，大霸王大战这个国，大展神通，三脚各展出去。大霸王大战着这个霸妖龙，人之过相逢，兵分秋色。哦，因为伫山骹看甲实在毋爱煞。吼，迄阿霸王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也迄个三脚，仙风断骨，也大家道行心歌书兄，生产啊报大家拢爱讲是啥啦，牵规拖啦，吼，拔规阵啦。啊，即阵阿霸王算讲大显专成呢。啊，当时阿霸王伫咧做牵牛产啊，伫咧做山啊时阵，人拢叫阿强啊。阿强迄个龙合啊，感化了后，气声关静，掠去关东盘国算了。啥叫了？好啦，莫失自己的志气，做他人的威风啦。我甲你讲，你这个千心魔也无属乌道，也无属白道，到底你什么道？实在是令人费解呀。普道，普道，普生的。讲起来哦，讲啊，互你蛮算算好嘛干啦，对。也当你看，扮龙死到点么鸟啊啦？我看会成数。嘿，垃圾！若是扮龙的中间，这个偏福龙甲其他是无相像哦。偏福龙就是多无足地飞顶汉之比，你甲看卖哩。这三位就是叫做西岳三贤，伊功夫连甲芦花顺清顶风坐脚，会使讲是无仁无德啊。因三人对西岳出发，下山目的就是要解决着伊三劫。安尼讲看，迄三贤去敢会好势？这是知者为知，不知为不知，算起来我神之欢啦！都有。哇！迄三公安伫遐响真来好，你看卖大雅之中咧。天生啊，迄是好人啊，歹人？甲看起来来意不善啊！阿霸王，你将这回声压走，让阮这人来应付就可以啊。安尼我先过时。来，你啊，当归，安啦，我教你吼，二出。你我都上强啊！你，安尼，来！人若连两两三声，请恁大家斟酌听啦！来，人若愈济，功夫愈济；人若少，功夫就点较少啦。三个人都要做哦，三个人都要演哦。江湖伫咧食饭的人啊，恁就所知影，三个人都要做哈。恁大家通失去这个眼红咧啊！对啊，三个老大，拄到恁三个都要开始啊！通失这个眼红吼。喂，小鬼，你叫什么名？哎呀，你嘛靠礼貌咧，对。你叫我小鬼？你囡仔毋是叫你小鬼，要要叫啥？你讲我囡仔哈？这个人当3手以上男子汉5手以下大丈夫呢？还有无？有哦，听到我的名你就狂卡起，毋是臭蛋啊！本来大侠，元就教主了世真人，太上大侠，当归，报名考你长，啊！你讲，听。因三个人哦，一人做一出啦。我甲你介绍啦，你三个人是江湖名手呢。这个就是叫做古路的啦。这头壳金，这叫做金光的啦。还佫再来这个少年家啊，这个就是叫做剑侠的啦。因三人分出三路戏就要做。对。大家听我清楚，我是专门伫咧演古路戏啊。这出戏叫做仙人吹钓。强子牙为水河钓鱼啊，钓鱼离水3寸，愿食身高，不愿食回头。好，来，斟酌看，唔通我过半题啊！这部比强子牙划水钓鱼更较厉害的步数啊！恁大家哦，两眼睁睁看伊非常的明了了。这尾鱼啊，伫咧坑沟内互我用这个江风甲拍去，迅速甲吸起来。这尾送你。多少？哇！
古路戏已经演了啊，即马换金光戏嘿。若是讲迄个仙人吹调啊，迄算初步功夫尔。即马我这要表演这出金光戏，叫做观音得道，百秋成果。恁大家斟酌看，金光万道，水起一条。安尼你看有相似无？毋通我过百年呢？哇！看卖，好厉害！金光闪闪，水起千条。本来这树我拢开花尔，这树我拢结籽呢。哦，后苹果也后迄落来啊呢。哎，这到底是啥物款的金光法？来，各位，安尼恁眼福不浅啦。我再来轮到着我这是剑劫戏吼。我这剑劫戏呢，凿刺剑，这部就是叫做土魔传体。我这个笔是用土魔做的，这支宝剑是钢铁所炼成的。这最低限度有3支土魔钢过这支剑啊！目睭表金，3位观赏吧。兄弟啊，那这3个人这种功夫啊，真来援助咱，要来去收持六合三劫，非常简单呢。对啊。来甲问看伊到底什么角色，住伫什么所在，来给交陪。对啊。咱这3位江湖术士来借问你，咱毋知高姓尊名，先享何事？有一款的技术，实在是叹为观止啊！多谢你的赞美。本山人就是牛天生，我就是叫做马大头，在下梁秋平，武林中人称三杰啊！我要走啊！因娘我规个敢若袂输走马灯的，惊一个怎绕的我？若像安尼吼，拢总免动吹毛之力啦。毋则讲你这下啊当归，你讲安尼足勉强的呢？是安尼足勉强？这比这甲人上山路较食难呢。你无看我规身躯运功运敢若淡落落呢？哇，随便便迄款树啊，会开花，佫会结籽啊！迄若无讲我的热功，安尼运气安尼敢无法当开花结籽，对毋对？你毋通看黄生啊，迄部土魔传体呢，迄拢内功呢，一老奸神迄部啊，迄画水钓鱼啊，迄叫做吸风成笑，风摇来变石头，拍去钓鱼啊，鱼啊怎跳起来吸起神功，迄咁你简单少，这拢都是芦苇纯精呢，这真忝呢，真忝吼。所以你下当过，若无设法一个，实在足过分呢。阿紧啊，老先生，我甲你慰劳一个你咧，来去迄个面店啊遐，安尼啉一杯啊。好啦，安尼毋得差不多，朋友啊。实在好惊人的绝技啦。这三绝招行动着这个西岳三形，但是效果不堪设想哦。效果差吓人。啥物腰果差迄人？无你讲腰果，毋是啦，效果不堪设想，就是以后搁再来护威证，真厉害就对啦。毋爱大弹啦，恁爸要来去水一杯啊，你都大弹一个，害恁爸弹，迄个怎扫兴？请问咱这位高姓尊名？知为知，不知为不知。我就是先知，叫做山边老知某。老知某，我甲你牵当啊无了知个屈我。我姓老名知某啦，知某数识某文的某。你意思是安怎讲？安怎甲你讲？你听我详细。因为这3个人就是天山剑王金魂条所派出来人物。天山剑王金魂条就是甲这蝙蝠龙换贴的。所以今日因3个人调警的时阵的天山剑王金门条绝对不罢甘休，一定要下山准备着伊绝剑解决着恁三劫。因此恁都要小心注意。过时了。嘿，我看这个人专门咧食迄个钻哦。呀，我贵啊！天生啊，怎要安怎？当这要安怎较好啊？自我数年前出来江湖，伫咧奔走时阵，都捌听到这个天山剑王金魂条，这个人是威名大振啊！如果咱3个人的功夫要甲伊比试啊，可比以卵击石啊！咱3个人若甲这天山剑王拼到阿两棒石头，是啊，
有温书的啦。啊，怎么安怎？怎么安怎？不过我知影讲，这个天山剑王上界崇拜是崇拜这个天山女王，这个崔五娘，这个崔五娘吼威力真强啊！所以，这天山一带地方，拢总是这个崔五娘所改管的。咱即马就来找这个崔五娘吼。也我想一个办法，就是安尼啦。敢会通？是啊，行来去。哦，行。外面有三个人客，特别来拜访，详请觐见，请恁三人入来。我来了。老和尚，你会记得哦？你着爱逼伊逼顺呢，袂使反抗呢，反抗哦，伊若毋插咱就食咱呢。好啦，我都叫你交代都无毋对啊，你咧。是，入来去。参见女王。哦，原来是你牛哥教位吗？笑啥笑啥？我叫你牛哥，啊，伊毋煞牛某。因为阮这大家拢好朋友啊，所以称呼称呼哦，应该是叫牛兄较好听啦。哦，因遮的即个地方啊，就是讲哥，哦，兄拢讲哥，哦，因若讲兄，兄就是歹话。是安怎？阿兄讲是咧光板啊的，叫做阿兄。好安尼，所以爱叫哥，因所以才叫我牛哥。是啦，牛哥以及着这二位请坐吧。多谢多谢多谢。哦，有何事情呢？无事不定三不定啦。咱的交陪已经也真久啊。不过现在我犯着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，这个麻烦着女王你来斗骹手。请多吉祥吗？最近在武林道上啊，也伫咧行走的中间，就是讲见义勇为，也国家为重，所以帮助暗杀大人啊，大战八郎的情形，衷情听说。你实真勇敢啦！啊是啊，就是勇敢过头，无考虑后果啊，因此会得失到这个你所知影天山剑王金魂挑。哦，遐金门条怎样？金魂挑有三名下手，飞天հիմ啦、入地հիմ啦、定山հիմ啦，叫阮三人小起来伤着。恐惊这个天山剑王金魂挑下山，对阮三人的性命有所威胁啊！所以要来要求我甲你保护就对了。哎，难怪讲你女王啊，实在是真聪明啊哈！啊，不过这个保护的情形啊，有一个笑寸。假使你来讲，天生三劫是甲你什么朋友？我定来甲讲是至交的朋友。安尼袂通。你讲至交的朋友吼，伊天山剑王金魂挑也绝对不罢甘休啦。爱搁再较近者，也无讲换贴的。啊，换贴的无够亲啦。哦，也无是要安怎讲？你著甲讲安尼，讲即个吴天生三劫的劫头啊，即个就是我的翁婿。哈？讲你我的翁婿？是啊，安尼才会亲，对方才会着惊啦。啊，伊若问讲老和尚呢？你讲老和尚就是我的囝。哈？点点啦，你袂使反抗，你无听呢？你是足过分的呢，你足过分的呢。你点点听啦。哦，我点点听。伊来问讲，即个儒家梁秋平，你讲迄就是你的小弟，哦，安尼来毋就真亲咯？啊，真亲，你会使甲伊答应啦。先声大人讲，这是我的亲戚，哦，一个是我的翁婿，一个我的囝。你敢会使甲我摸着心，会使甲我气角心？你若甲我气角，地皮起3寸，叫做真轻。相信天山剑王金门挑，听到你的声头，伊绝对毋敢震动啊！这个代志可以圆满解决。好好，天生你讲的嘛真有道理啊。你的头壳袂歹，也无就假戏真做嘛。是，要演就要演落真哦。做就要做回成啦。前面都是丈夫，啊，算起来是娘囝。相公。哦，对。呀，这个咱的后生，老和尚啊，你毋着叫妈妈一个讲。你真足过分的呢！哦，你要真闹啊！我叫迄个少年，你叫妈妈，你也甲讲。我你讲啦，名片的啦，叫一句10箍。哦，安尼呢？是啊。哦，安尼我罔叫。前面都是我的囝儿嘛。马卡。什么马卡？毋是啦。哦，我是讲安尼，你就是妈妈就对啦。妈。前面都是我囝。马卡。大头仔囝。好马卡。三句安尼你就记咧呢？是啊，你要叫我啥？咱阿都搁叫。爱喏，怎么你叫伊妈，叫我爱啥物货？对，这都要演落真叫成。我贵咧，你咪叫你吃3回，叫一句爱100。好啦，100好啦。
原来是今日你真幸好，爸卡！我囝，你实在愈来愈老，哪老哪缘投，爸卡！啥句话有记起来无？有啦有啦，啊这你若句会记吼？啊好啦，句我囝，啥物？唔是啦，是啊，恁三拢入来，假使伊若教我，我自然会当回答啦。吼，请入来抬茶吧。做什么？卡，我一句话我知啦。好，天山剑王金门条拜访，还他进见。请你入来啊！哎了，谢秀，天山剑王金门条参见天山女王崔五娘，免礼，意真济。多谢。向位命令，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吗？有所不知啊！哼，三劫可治心，哦，你的意思是，一定要甲伊低调，然后解决就合。拢总互你袂忘哩？安怎讲？难道你毋知影讲天生甲我是有啥物关系吗？什么关系？天生就是我的丈夫啊！啊，丈夫？是，也这梁秋平如业，就是我的小弟，你毋知是？啊，这嘛，老和尚呢？老和尚就是我的囝儿啊！这要洗菜头，敢会生冬瓜？啥物？难道你无相信吗？这讲好听，恐怕社会纷纷议论啊。因为武林道上捌听到讲你嫁翁，也什么有生囝，这个实在是，也过你的翁婿比你较老，也你的后生也比你较老，这就矛盾的啊。哦，你是讲这个老和尚，我的囝儿也安尼真老实。是啊是啊，难道你捌听到一段故事吗？道教的教主这个老君，李念李老君出世就白头毛，你捌听到是？啊，对啊对啊对啊，所以袂使你看伊面容啦。啊是是，敢真正？你若毋相信，我叫出来。相公、囝儿何在？来了来了，参见马卡。免礼。哦，我是什么事情呢？这个人你敢会无相信我？我你介绍，这是天山剑王金文条。哦，久仰大名，天山剑王教位失敬失敬。哦，你原来是天山女王的夫婿，这是啊。要你大头的，你就是。妈，伊讲我大头的啦，做无礼貌啦，伊咪敢追。女王啊，你的后生跑啊！哼，囝儿，你唔通明long，该找这唔对咧。你以前讲我大头的你。是啦，剑王，这嘛是你有过失的所在啊！你做一个剑王，口出不顺，安尼就是你的过失，无输赢。哦，好了，无输赢。妈，我这个足好的，拢你要甲我追呢，妈。是啦，以后你唔通忘着我这班人，忘着这个人哦，我是无用阮哩。哈是，来人啊！收兵啊！哦，收兵。真赞啦！甲你讲哦，安尼才会好势啦吼。啊，等事情已经完毕啊，脱过难关，啊，我若要转来去啊吼。天生啊，你咪叫几句，你有记起来无？有啦，我都有记起来，你是敢若烦恼钱要创啥？啊，等下赶紧甲妈小可休息一下。妈，这摆叫我哪有钱？有啦，拢有啦。妈，我要转来。是啦，戆囝有时间才来这皇帝啦。妈，靠！行，我告诉你，今年我贵的，不我说生菜贵。哇！无多啦。既然甲是天山女王的囝，甲伊的小弟，也甲因翁婿，咱也袂使甲罔着，若甲罔着呢，对你非常的不利。安尼免啦，我看到云南王府来去找变红龙，看要如何处理。哇，安尼见这来啦！赶紧到云南王府求见变红龙就是啊。城主，这阵事实在太冤枉啦！金世兰救我的性命，引动至泰山，我哪敢做一款非法之事呢？实在太冤枉，希望城主赶紧放我来去，因为我有急事在身。你甲我的小妹结亲，经过4个月，还多动的囡仔，你要叫什么人负责？呵，你这个疗法实在太残忍了哈！啊，冤枉啦！金世兰啊，怎样？你拍算安怎？
既然伊甲不爱承认，好，无要紧啦。等候我这个囡仔若出世，我再甲伊算一个业绩，算为清楚咧。你放伊去吧，兄长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去吧去吧去吧。公主，我代志若办完，会阁倒转来，这件事含糊不清啊。刘老，爷你这个志气到底是要办什么事？哦，我要找变色狐狸替解药救人听说。哈哈哈哈哈！有所不知，这个变色狐狸就是瓦拉第一美人啦。听人伫咧讲吼，最近都是叫这个西域镇南王朱建章选中入去做王妃咯。哈？哦，王妃，那呢我赶紧来去找镇南王就是过时。小妹啊，啊你倒转个囡仔是到底什么人个？哎呀，难道你唔相信心？这是六合的啦！哎呀，六号敢会安呢？哼，我甲六合势不两立啦！几个，请问新君到位。哦，小无讲，小。听着，六合，对咱这个王府向前来咯。你必须照我的计划进行，照实行事。现在新君交代，照是当时甲看真清楚，咱必须照实行事。哼，六合，天台有路唔去，地角无门闯进来呀！报，六合拜访。还他进见。残忍的赤娥一计害三贤。现在六合甲暗杀大人，甲独眼龙的性命逼近死亡边缘了。